家大小吃早餐，餐毕收拾碗盘后，还需带着孩子与男人一起到田里工作。中午太阳高照，汗流浃背，还得赶回家煮午餐。男人中午下工，便要吃饭，妇女还在厨房受热火煎熬。黄昏，大家拖着疲惫身躯回家洗澡休息，准备吃晚饭。妇女正在厨房加紧工作，这种辛劳的工作，赵军见之不忍，故传言妇女生产期间不要接近厨房，乃是要让妇女生产时有休息机会，借此调养身体，以恢复元气。产妇生作3更半夜又要喂乳，照顾婴孩，睡眠不足，若再尤其操作家事，实为不忍，借此机会放假，乃造君之慈悲，非怕妇女血光冒毒造君。我有3妹真火，不怕烟火邪魔，岂怕一个血肉之躯呢？这是造君爱护家庭主妇善意之设想，所以世上为人丈夫要多体贴太，尤其生产期间，需多照顾妻子，帮忙家事，以免使妻子身体累坏。现代妇女由农妇变为商妇、士妇、工妇，不必像古代到田里工作，有的在家只有照顾3餐，料理家务，生产时弱，无亲人相助，由自己料理3餐，此乃应当之事，绝无冒毒造君之罪。加015册